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随后发布声明，对参议员外籍会予以称赞，并呼吁参众两院也尽快采取行动，通过这项法案。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令人震惊地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早就应该让他们对此负责。梅南德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维吾尔人，中国恐怖的、有系统的对其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侵犯，是对所有珍视普世人权原则的人们的冒犯。我们敦促参议员的同事们与卢比奥参议员和我一道，尽快通过这项法案。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迈尔·卡纳提会见了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雪瑞福。会见中讨论了针对维吾尔的镇压以及有关东突厥斯坦的其他事项。卡纳提对雪瑞福助理部长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姆图尔克应邀参加了突厥世界代表协商会议，并会见了前土耳其总理和伊斯坦布尔市长候选人耶尔德勒木。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诺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当选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荣誉主席。根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建议和突厥议会各成员国国家元首通过的决议，为突厥世界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诺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终身荣誉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向中东增兵约1500人，主要承担防御任务。特朗普当天开始日本行程之前，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在中东的人员和利益需要得到保护，美国将部署相对小规模防御性的美军。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于当地时间周四晚间发射了猎鹰9火箭，将首批60颗星链卫星送上太空，这是为全球提供宽带互联网覆盖服务的关键一步。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这60颗卫星是星链项目的首批运营卫星，包括一个巨大的太空互联网络，由近1.2万颗卫星组成，将部署在地球上方的低轨道上，并将向地面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法国第3大城市里昂周五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3人受伤。爆炸发生于里昂市中心白苹果广场附近的一条步行街。地方媒体报道，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来到案发地点，放下一个箱子，箱子随后爆炸。警方正在全力搜捕这名男子。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此次爆炸事件定性为一起袭击。他表示，这次案件中没有人死亡，